南台别院庆祝彩绘花灯比赛，自2007年举办至今，已经迈入第7档。每档大家欢欢喜喜，全家总动员参加，让人感觉到温馨又个感动。而这也是佛光山南台别院推动净化人生、创造灵感净土力量实践。我们的最大奖佛光奖，每组获取1名录取名。佛光山台南区总主持满洲法师表示，为响应2024台南400，特别将这次主题定为平安幸福，望大家发挥创意卡司，将手柄花灯摇身一变，成为传达光明的灯。南台别院的灯笼彩绘，今年呢特别把它命名为平安幸福，3代同堂，千人汇集。我们希望透过画笔传递生命的感动，让这份感动在快乐和谐中发挥创意巧思，把手上的灯笼变身为一盏一盏传递光明、给人温暖的灯。16号开幕这天，台南市长黄伟哲、民政局长江玲煌、喜球国小校长黄怀慧、佛光山功德主黄淑美居士、萧秋香居士。国际护工会台南第3区督导长庄旭娟、第5区督导长詹美华也拢到场支持。明年是台南400年，那很多各地制作的灯笼或者相关的这些活动都会在台南举办。那我们也邀请佛光山各位好朋友所制作的灯笼在比赛中间得奖的，都能够在我们台湾灯会我们的灯区里面，让很多来自国内外，还有我们在地市民朋友们都能够看得见。灯笼比赛呢，它的寓意也非常的深远，因为它是以平安幸福，就是希望呢疫情过后大家能够迈入正常的生活。那借由灯笼彩绘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然后让大家能够就是趋于正常的一个生活，然后慢慢的真的能够平安幸福。每年台湾灯会将会在台南举办，黄伟哲也热情邀请大家参加。同时，也希望这次参加庆祝彩绘花灯比赛得奖作品，会当在台湾灯会或金港灯节等活动上展示，让来自全国各地民众拢会当看到大家作品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